台湾话原住民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还那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就指原住民，现在常用来指不可理喻的人，但有歧视原住民之意，应避免使用。用力甲你这个烦恼讲话真忝。跟你这种不可理喻的人说话真累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